第二章，当希律王的时阵，耶稣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讲：迄个出世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叨落？阮伫东方看见伊的星，挑除来拜伊。希律王听见了，心内无平安，耶路撒冷规城的人也拢无平安。伊就调集祭司长甲民间的文士，问因讲：基督就出世伫叨落？因应讲：伫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讲：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伫犹大这个城中，并毋是第一岁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对你遐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的百姓。当时希律暗暗调博士来，详细问迄个星是什么时阵出现的，就找因去伯利恒，讲：恁去详细找迄个细汉囡仔，找着了就来报信，我也通去拜伊。因听见王的话，就去了。伫东方所看见的迄个星，忽然伫因头前行，直直行到细汉囡仔的所在，就伫顶头停着。因看见迄个星，就大大的欢喜。入厝看见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趴落拜迄个细汉囡仔，掀开宝盒，摕黄金、乳香、木药做礼物献予伊。博士因为伫梦中互主指示，毋通倒去见希律，就对别个路倒去本地啦。因去了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讲：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，逃走去埃及，踮伫迄位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的确要找细汉囡仔，要诛灭伊。约瑟就起来，明时带着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去埃及，踮伫遐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讲的话，讲：我对埃及调出我的囝儿来。希律看见家己互博士创治，就大大受气，找人将伯利恒城内各四境所有的查甫囡仔，照着伊向博士详细查问的时阵，凡那2岁以内的，拢抬尽了。这就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讲：伫列马听见大啼哭的声音，是列结靠伊的囝儿，毋肯受安慰，因为因拢无知的啦。希律死了以后，有主的使者伫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讲：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去以色列地，因为要害细汉囡仔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约瑟就起来，将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带到以色列地，只因为听见阿基老
煞接伊的老爸希律做犹太王，就惊去迄位，搁伫梦中互主指示，就去加利利的境内，到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，就踮伫遐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讲，伊特要称作拿撒勒人的话。